了关心用水问题，苗栗水情真正是有够严，唔但供应农业灌溉用水，明日水库已经停灌，连去年来一直有出泉，这个东路乡龙泉山的泉水嘛，剩较无10公分的水位。因过逐工伊往路乡亲去遐灌水，登去厝的用。另外，苗栗县政府呢，甲台中市政府，嘛伫后礼拜要进行这个送水5天、停水2天的方案，要进行演练。这是今年头一摆首先啊，就是讲举行控花演练的县市。 抽水莫达一直咧捧，甲泉水抽起来，民众摕罐桶盛水，搁倒要去水桶罐登去用。5桶可以喝几天？1星期。那你除了泡茶，还有用来做什么？有煮菜啊。 伫咧苗栗东路的龙泉山泉水，逐工拢有民众来灌水啉，这本来拢有稳泉，即马水位剩无到10公分，还搁用莫达抽水。天公伯啊，若是搁袂落雨，全台湾水库地欠水。新竹宝山水库剩25.2%，苗栗明德水库降到10.5%，台中竹基水库降剩9.1%，台南闸门水库15.2%。啊，那台中和苗栗卖伫咧后礼拜举办强五停利对抗可坏演练，也就是降水5天，停水2天。演练的方案很多，到底是不是采取公5停2或是什么样的方案啊？那可能要请中央根据实际的一个干旱的情形来再做决定。 这是即摆水情，头一摆有县市伫咧做对抗可坏演练，啊未来敢会针对水情严重的所在来做分区供水。水利署讲会照落雨的情形和气象预报来做检讨。